渭水寒。少年初入仕，心灯一盏耀长安。刀光影追唤，猎户逐妖归无散。饮马白鞍，同袍渡劫难。月如梦似幻，明轮回夜半，路只手闯关。我与你此生无憾，天地未眠，斩妖出没，芸芸苍生间。神光界离远，春山连名收誓言。你我未眠，敢当河山，同往才不孤单。愿有生之运，与你共诗篇。愿有生之运，与你共诗篇。他要的只是与芜湖开战的借口。林明星，他姓刘，乃汉室的王族，而他们的名字叫做战死尸鬼。他们寻找壮烈牺牲的将士，将他们变成尸骨。祸患一起，所有人都会被卷进去，万劫不复。陆巡，你带村民找地方躲避。怎么这么多？究竟是什么？哪儿来的？林明星，别打了，村民已经撤离了，走。武功不错。狼神，林明星，沿祁连山南路走，南边有个小村庄，先在那儿避寒，再找路南下。这些狼会护送你们，快去！先
人间是今年特别冷，还是年年如此啊？年年如此。想了这么久，你到底要给谁写信？给太子殿下。你困了便先去休息，别看了。你也别写了，叶礼良，你风寒还没好呢。你是谁？等等！救我！张氏，救我！张氏，张氏，清晨得信，西北边境周遭尸鬼夜袭，唯与秦刺史前去探情况。请。武山镇情况如何？回刺史，西北边境的武山、鞍山两镇俱遭夜袭，进城废墟。我等只好带着百姓一路往南撤，向凉州求援。娘，你什么时候醒啊？请问，攻击你们的人长什么样？我咋知道？黑灯瞎火的，啥都看不见。黎明星，是黎明星救了我们。黎明星。对，黎明星，我们群山中的狼神显灵了。狼神会和末日根有关吗？此镇距离武山不足60余里。金刺史，不如咱们先去武山看看。回撤！全部回撤！百姓都请地窖给夺下来！这是什么？风里有股味道。
尸臭！李长史，他们要往这边来了。什么叫云鸦飞过，正是因为大规模行军，惊扰了林中冬宿的鸟类。血洗倒了！准备火喷，家家户户把油全都收集起来。这都听李长史的。是。快，这边！周援军何时能到？清晨账号才开始点兵，恐怕还有2、3个时辰。有获胜的把握吗？拼了！把百姓全都撤到凉州去。李长史，这里只有您与尸鬼战过。今日凉州接到急报后，也是你要求发兵前往武山镇，这个责任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。留一半兵力守城，另一半带百姓全部撤退，退往凉州。快！是。这些怪物总是同时进攻，同时撤退，他们一定有一个头，能够对所有人发号施令。会是谁呢？血！不打紧，伤口不深，已经愈合了。不好，他们已经有了新的进攻目标，那个方向是……抓紧我！烈剑楼让你不要出去。那怎么可能？长史和秦刺史他们上哪儿了？我爹他们往北边去了，今日去了好多人，连西边郡王也要去。哥舒翰也要去，那我得赶在他之前找到长史。还睡？你又去哪儿啊？红姐，等等，我陪你去吧。况且我爹次次不顾性命，总往前闯，我有点担心他。好，掐！报，石营整理完毕。你们现在才出城？嘘，我和长史还被通缉呢。就是他，抓住他！快，去给人通知西平郡王。是，去了。闪开！闪开！抓紧了，我要冲了！让开！竟敢毁我城门！都给我绑回大牢里去！给我追！敌人军都这么大了，追不上的，回去吧！给我追上为止！李长史，百姓已尽数撤离，士兵也按照你的吩咐把东西都准备好了。再等一会儿，西平郡王应该也能带援兵赶到。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。啊，李长史，你什么意思？没有红军在，待会儿万一尸鬼军还没到，西平郡王先到了，我就只好逃了。千万别啊！这得有多少人？咱们只有100人，怎么办？我们牵制尸鬼的时间越长，百姓就能跑得更远。此剑须得激起士气。
事？怎么是你？别动手，自己人！快跑！怪我们要来攻城了！发光了！听我号令，夜势一出，大家就撤退，依计行事。快撤！是。快，分散队形！威尔根，给我抓这活的带回去！全是死人，怎么抓活的？好快，这人是谁？一寸流光，一缕香，一念伤，不思量。直到寻常，忆往昔中少年郎，心彷徨，大梦一场，微凉。因一转是你的乐章，红尘醉梦醒，泪多一场，多怅望。当我注视风浪，遥见风